73分鐘，沙捷邊路傳中，李華道跳高心後一控，作勢施展，倒掛金鈎。歡迎翻嚟 LF90，我係 R 波叔。足球入波嘅方式有各種各樣，可以窩里勁射，又可以攞角度趟射。雖然用咩招數入波都一樣，只係計1分，但講到最令球迷興奮嘅方式，就點都不得不提倒掛金鈎呢招啦。無論入定唔入都好，每當見到有球員嘗試倒掛，觀眾總係會睇到大呼小叫，因為喺一般人眼中，莫講話要成功射入網，就連模仿呢個動作都相當困難。今集要同大家重溫嘅1998-99年賽季，由巴塞隆拿對曼聯嘅生死大戰入面，有位球員喺職業生涯用倒掛入過無數靚波，話佢係呢招嘅代名詞都毫不誇張。相信大家睇咗封面都知道我講緊邊位噶啦。到底今場波佢又有咩驚人嘅表現呢？我哋一齊睇埋落去啦。不過喺睇經典好波之前，有隻經典遊戲創造球會想介紹俾大家。佢嘅系列續作《Sega 新創造球會2026》已經喺1月22號正式推出啦。作為一款足球模擬經營遊戲，大家可以喺入面盡情扮演足球監督，體驗球員收集育成、主場打造同埋戰術指揮嘅樂趣。而且角色劇情、球員挖角等等嘅經典玩法喺本作入面亦都有一一重現。Sega 新創造球會2026係一部支援跨平台遊玩嘅作品，所以無論係用手機、電腦定係家用主機平台，都可以同朋友一齊盡情暢玩。另外，本作球員角色除咗涵蓋歐洲主要球會之外，仲有包括日本 J League 同韓國 K League 等5000名 Freepo 授權嘅真實球員登場。而為咗慶祝遊戲上市，依家登入遊戲仲可以免費獲得香港傳奇球星李健和嘅球員角色添啊！如果有興趣試玩嘅，可以掃描畫面中嘅二維碼下載，或者喺資訊欄度揾到相關嘅下載連結。今日嘅特別推介就嚟到呢度先啦，正片內容馬上開始。由於今集年代久遠，先同大家簡單補充下當年嘅賽事背景。1998-99年賽季，當時歐冠嘅合資格參賽球隊只係得24隊，而分成嘅6個小組入面，只有每組嘅首名同埋2支成績最好嘅小組第2名先可以晉級8強。喺呢個競爭相當激烈嘅賽制之下，當屆拜仁慕尼黑、曼聯、巴塞隆拿3支聯賽班霸竟然被分咗喺同一小組。而經過咗頭4輪之後，曼聯2勝2和有8分排喺榜首，而巴塞隆拿1勝1和2負只得4分。由於拜仁揸住7分排喺第2位，所以對於巴塞嚟講，只有喺今日第5輪嘅小組賽主場戰勝曼聯，先可以繼續保持出線嘅希望。當時巴塞嘅時任領隊雲高爾明言，今仗將會毫無保留，將陣中所有可以用得嘅攻擊球員都放晒上場，務求喺今日呢場關乎出線命運嘅生死大戰入面全取3分。而面對巴塞嘅破釜沉舟，曼聯時任領隊費格遜又打算點樣應對呢？喺經歷完97-98年賽季嘅4大皆空之後，嚟到今集背景嘅下一個賽季，曼聯開季早段表現雖然繼續低迷，但係隨住青訓七小福嘅表現逐漸成熟，同埋新加盟嘅射手約基成功融入球隊後，曼聯喺賽季中段開始發力，喺各項賽事都保持住良好勢頭。首循環歐冠小組賽，曼聯喺主場對住巴塞隆拿，場面形勢明顯係紅魔鬼比較佔優。憑住碧咸嘅出色發揮，曼聯幾乎可以將勝利帶走。只不過頑強嘅巴塞隆拿最終都係將比數驚險追和。有個首循環嘅交手經驗，相信2位傳奇教頭都會精心部署今日呢場生死大戰。而想睇好波嘅球迷，自然亦都充滿期待。到底今日兩雄再度相遇，結果會係誰勝誰負呢？我哋即刻返現場睇睇。陣容方面，主場嘅巴塞隆拿一如領隊雲高爾喺賽前所講，今日排出咗4-1-4-1嘅超攻擊型陣式，門將係赫斯普，4個後防由左至右分別係沙治、奧古洛和、列斯加同埋斯拿迪斯，而防中位置今場只有年僅18歲嘅沙維單人出任，犧牲防守換翻嚟嘅全攻型中場線，由左至右分別係新頓、基奧雲尼、李華道同埋隊長費高，最後前場單箭頭仲有外號溫柔殺手嘅安達臣。至於作客嘅曼聯呢邊，費格遜依舊排出最信任嘅4-4-2陣式，門將係舒米高，一隊中堅由新加盟嘅史譚拍檔小將布朗出任，而左右兩閘分別係艾雲同埋加利利維利。中場方面有隊長堅尼科柏史高斯打雙防中，而傑斯因為有傷在身，所以今日會由布隆基斯頂上，同碧咸一齊踢左右兩翼。最後身負入球重任嘅雙前鋒，仲有外號黑雙殺嘅約基同埋安迪高爾。白色波衫作客嘅曼聯首先開波，比賽正式開始。開場未夠1分鐘，安德臣喺禁區冷靜避開加利魯嘅防守，一腳射穿舒米高嘅十指關，1-0，閃電破網嘅巴塞隆拿取得夢幻開局。喺呢個入球之前，鏡頭原本影住坐喺看台因傷未能作賽嘅哥迪奧拿，估唔到鏡頭一轉，球隊就立即得分。
睇嚟呢位巴塞隊長嘅表情都可以放鬆翻啲啦。先聲奪人嘅巴塞隆拿隨後食住個勢繼續進攻，李華道無人看管嘅勁射雖然被擋出，但見到班後防如此鬆散，舒米高都即時破口大鬧。不過你有你鬧，曼聯班後防繼續遊魂，安達臣接應妙傳，差啲就入到球梅開二度。如果唔係有舒米高死守到底，場波或者已經可以提早收工啦。雖然防守搞唔掂，但係曼聯今場嘅反擊相當出色。第25分鐘，布隆基斯喺左路睇準傳分入中間，約基喺禁區外用一球割草式射門，為曼聯攀成平手。萬鏡可見，約基直到起腳都未有巴塞嘅球員趕到埋身阻止。兩邊今場嘅防守質量真係各不相讓啊！睇嚟以攻代守都係兩隊嘅唯一出路啦。重新開波之後，巴塞好快又揾到入球機會，費高禁區內嘅射門非常具威脅。舒米高第一下雖然接得麻麻地，不過隨後成功將驚險畫面變做表演。呢位丹麥門神又一次守住曼聯嘅大門。經過上半場嘅激戰，兩隊暫時打和1-1。對於巴塞嚟講，今場和波幾乎等於提早出局，所以嚟緊相信仲有大把好戲睇。不過喺下半場開波之前，希望可以先俾個 like 同埋撳個訂閱。如果想睇新片預告同埋更多足球資訊嘅，就記得 follow 埋 LF90嘅 IG 啦。下半場出翻嚟，估唔到係曼聯首先搶攻，史高斯喺中場一路長驅直進，可惜最後射門角度攞得太盡，結果未能命中目標。第53分鐘，曼聯黑雙殺精彩連線，幾下撞牆輕鬆撕破巴塞成條防線。高爾丹都面對赫斯普冷靜射左下角入網，2-1，曼聯成功反超比分。呢球已經係黑雙殺組合近5場歐冠賽事嘅第7個入球。當屆曼聯能夠喺多條戰線取得佳績，兩位前鋒嘅貢獻絕對功不可沒。而另一邊由領先變落後，雲高爾嘅表情話俾大家知，巴塞嘅情況實在不容樂觀。第57分鐘，巴塞喺禁區外一個唔錯嘅位置搏到罰球。當時巴塞陣中有唔少射得之人，而今次操刀嘅李華道並冇令大家失望。舒米高判斷錯誤，只能夠望住個波直飛遠處入網。巴塞隆拿只係用咗4分鐘就將比分再次攀平。李華道嘅精彩罰球令今場波嘅勝負又要由頭嚟過。隨後一段時間，曼聯揾到多個再次領先嘅機會，史高斯後上成功突破巴塞防守，可惜最後一腳功虧一簣。轉個頭碧咸施展7旋斬，約基嘅插水式頭槌已經頂得好靚，但係今次輪到赫斯普做翻場好戲。第61分鐘，巴塞又俾機會碧咸睇定嚟斬，結果約基今次成功把握到，用頭槌將比數改寫成3-2。李華道咁難得先將比數追翻和，轉個頭條防線又出現咁低級嘅甩漏。坦白講，今場巴塞嘅防守真係差得有點過分。話口未完，中圈開波冇幾耐，黑雙殺又再炮製單刀攻勢，但係龐正舉旗表示越位，所以約基射入咗都冇用。不過睇翻慢鏡，呢球有冇越位真係唔敢講啦。第73分鐘，沙捷邊路傳中，李華道跳高心後一控，作勢施展倒掛金鈎，一球超級世界波，就咁協助主隊將比分追成3-3。鏡頭影住舒米高一面無奈難以接受嘅表情，但係坦白講，面對李華道呢球鬼斧神工，試問世上仲有邊位龍門可以救得到呢？再次熱血追和後，場面形勢又去翻晒巴塞呢邊。李華道離門30多碼嘅重炮，差啲將曼聯一腳射死。又係李華道，又係呢隻黃金左腳。如果唔係有條門楣喺度，當季曼聯3冠王嘅歷史或者已經唔存在啦。比賽尾段，基奧雲尼仲有一個機會可以拯救巴塞，不過單刀射門被今日表現神勇嘅舒米高驚險化解。喺錯失咗呢個黃金機會之後，球證亦都正式吹響完場嘅哨子，雙方入球梅花間竹，最終打和3-3。到底後續邊隊可以喺死亡之組度出線呢？我哋轉個頭再講。今場大戰過後，曼聯同巴塞喺積分榜分別有9分同5分。由於另一邊嘅拜仁贏波變成10分，所以巴塞提前一輪失去咗小組出線嘅希望。而曼聯喺最後一輪決戰拜仁，雖然最後只係打和各得1分，但都驚險以最佳第2名嘅身份晉級8強。後續嘅故事大家應該都耳熟能詳啦。曼聯一直延續強勢，最終順利捧走大耳獎杯，連埋英超同埋足總杯，實現咗經典嘅3冠王賽季。不過正如頭先所講，如果唔係有條門楣相助，李華道或者已經一腳將曼聯嘅歷史改寫。球王馬勒當拿曾經講過，李華道係佢唯一中意睇嘅巴西球員。而巴塞名宿告魯夫亦都稱讚過李華道喺世上極少可以將競技性同埋觀賞性完美結合嘅球員。有咗以上兩位傳奇嘅評價，對於李華道嘅球技實力，相信都唔需要我多作補充啦。
不過除咗球技之外，李華道對足球嘅熱誠亦都係佢另一樣值得欣賞嘅地方。同普遍巴西球員一樣，李華道出身貧窮，成功依靠足球改變命運。但係同其他人唔同，佢並冇因為揾夠錢而提早放棄足球。職業生涯後期去過希臘，去過烏茲別克，40歲嘅時候更加去埋非洲嘅安哥拉踢波。對於一早賺夠無憂嘅李華道嚟講，一直喺世界各地踢到44歲先肯退休，唯一解釋就只有對足球真係充滿熱愛。李華道退役之後喺巴西低級別嘅聯賽度買咗一支球隊，成為老闆。希望喺佢嘅管理同埋教導之下，將來會有更多好似佢咁真正熱愛足球嘅狂魔出現啦。今集嚟到呢度就吹雞完場啦，歡迎留言講下你對呢場波嘅回憶同埋睇法。我係歐波叔，我哋下集再見。